深院山庄义和圣堂举办的了世纪经典班。你看这样，2016是中庸班呢，现在2019是道德经班，更早可能是有《论语》啦、《金刚经》啊、《心经》啊、《六祖坛经》啊等等，《论语》的《大学》啊，这个看到的是中庸，经上1000口以上。